戴着老花眼镜，陈建龙仍在昏黄的灯光中用力雕刻着。在这双手中，已经消失的传统建筑以袖珍版保存下来。你这每一个只要是有连接的地方都是卡榫，都是卡榫。哇，这真是扎扎实实的功夫哎！无论是哥德式建筑、闽南三合院，还是日式车站，建筑结构、梁柱细节，甚至是屋檐图腾，都坚持跟真的一模一样，动辄花上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这个就是他的储藏室，这是工作室，这是干燥室。哦，干燥那个有烟叶，对不对？烟叶就一层一层这样吊起来。童年爬上砖巷的烟楼，如今早已不复见。那些古早台湾的生活形态、生活经验的细节，陈建龙不想让他们只留在回忆里。啊，排些，眼影合来，排些。下礼拜等过来。您刚刚是说我有客人在，我有客人来，眼影影后来，那您是说？那我下次再来。哦，给矮哈一拜当过来。家里就像展览馆，难怪常有访客慕名来。陈建龙靠自己的手艺创造一个1/20的世界，也留住历史。因为我的东西做起来100年以上不会坏，都是卡榫的，所以能够留到下一代的人能够知道说，哦，以前的古建筑就是这样。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，连二胡都是自己拿废铁 DIY 出来的。对这块土地的守护之情，老先生以一双手实实在在地实践出来。眼影影下来，给眼哈一拜张过来，眼影影下来，给眼哈一拜张过来。